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请到蔡万丽蔡老师，出了50本书的厨神蔡万丽蔡老师，要跟全球的观众朋友分享2道在家可以做的这个宴客菜。好，我们欢迎蔡老师，蔡老师欢迎你。主持人好，各位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做的这一道是那个过年应景的新疆大盘鸡。为什么叫新疆？这一道是属于一道农村菜，那去吃的时候加很多的蔬菜。那下面有汤汁可以拌那个面条，那面条只有1根你看1根2根都很大，跟皮带面一样，所以汤汁可以拌面条。所以过年你刚好有这些东西，那过年期啊这拢有，那可以来煮这一道菜。如果说刚好有剩下那个白斩鸡，那可以来煮这一道的风味是很棒的。好，那我们第一个把我们那个锅子有点热就加点油就好了，直接嘛油量不多那这个鸡肉呢？这鸡腿肉我们今天用的是鸡腿肉，就把它切一块一块的。都不用腌吗？没腌啊，这个应该它不大块啦。是哦。那边腌吗？这样子会很嫩吗？会很嫩啊，会很嫩，会很嫩。什么秘诀？没有秘诀，只有一个爱。问了等于没问。好来，那我们现在来用锅子把它煎一煎啦第一个我们要煎当然那个我们通常来讲，我们妈妈在家里头做这个料理一般肯定是放油炒这个葱姜蒜，它再炒鸡肉，它这样就错了，因为这样放进去，待会鸡肉要煎到它金黄色的时候，这些会焦掉。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放一点点油，对不对？它利用鸡肉的油渗透出来，再利用油来煸它，这样显得更健康。老师，鸡肉是因为有皮啊，有油啊。我今天做的要是那个猪肉很柴的，也先这样煎吗？那猪肉很柴的，你要放一点点油，然后去煎一煎，然后再起锅。对，那个是属于这样块状丁状的。那肉丝当然就不一样，它很快熟。那这个我们透过这样煎的，把肉质给锁住那为什么要煎？因为增加它的香气，增加它的香气。而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我都没有去动它。对。为什么没有去动它？因为你不能去动它。因为你去动它的时候，它蛋白质快要渗透出来的时候，你动它的，它跟油产生结合，都会产生油爆。比白白，你看那么小，都不会爆。老师刚刚那个动作，请勿模仿老师是经验的这个，就我们都很怕油爆，我就被油爆过全球观众朋友看得到，证明现在它是不会油爆，因为我没有动来动去。是。那这个一定要等它这一面煎到好的时候，煎到定位再把它翻面。这个观众朋友一定要学，煎牛排、煎鱼、煎鸡腿都是如此。你别再来去，这样效果会很差，而且肉质就会不能锁住了。好，那我们现在呢，你看没有那些？如果说蛋白质肉珠锁住了你要恰恰呢，恰恰让你这样嫩。所以你刚刚问到主持人问到说，老师没有腌会不会嫩？它会嫩啊。它会嫩，原来秘诀在这里对，因为我们把它煎得嫩嫩的那肉汁锁住。那你刚才如果动来动去，它就不会嫩。这个厨艺除了天分之外呢，累积的经验知晓都很重要，对不对？对，然后我在厨房里面工作了38年，我从45岁做，我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做了38年。老师，这过哪边弄？过哪转小火让它煮就好了。盖子不用开吗？不用开，它转小火让它煮就可以了咱今晚的煎，你看没有？把水跟油照出来。油跑出来了，好香很香，很清香，没有错，真的很香汤公汤我们跟食材借油来用，它是比较好的油，是鸡油OK， 那现在我们煎一煎，它油脂渗透出来了，那我们现在再依序的把我们这个葱姜蒜放进来，利用它的油来爆香。所以先放进去的是姜姜比较耐，对不对？对，它比较耐，比较耐爆了好。现在姜的味道也慢慢闻到出来了，对不对？那我们再来放入一些葱啦，把葱白的部分蒜啦，蒜片，都来放进来，辣椒啦，辣椒它这里洋葱嘛要看浓，还有很多蔬菜嘛，当然你还可以加一些其他，你看你煮的春的酸啦，春的下面都不要紧好，那我们现在就把它炒一炒。你看没有？好下饭，我现在都很想要拿筷子来夹了。它每一块它是很嫩的，一起中嫩的就好吃好，不一定说要买什么烘啊鸡啦，还是什么起料鸡。这不用，这今天用的是我们一般的肉鸡，那你家里用防土鸡腿也可以老师，那问到起鸡、土鸡煮起来嘛，土鸡也较定啦，因为土鸡适合炖汤。
所以老师说了，土鸡肉呢，其实比较适合来炖汤。是哈。那我们这个来这行棋哈，这个棋的椒麻酱。哦。椒麻酱啊，放一些下去哈。是。椒麻酱啊，放几块落去哈。它倒点酱油，酱油哈，倒油落去哦哈，酱油下来。它酱油下去的时候，一定要先把它炒一炒，让它酱香味啊，酱油的豆腥会转换为酱香味以后，再来加其他的东西哈。好，你看还可以pan回再起来，哦，香味让它转换。下饭。来每一块，而且是不油的。那我们来补一些的糖哈，先调一调，直接把糖调啊，不用太多。再来米酒哈，米酒来放下去，米酒放下去哈。你爱加黑胡椒就加点黑胡椒。好，好了，我们现在再次的把它炒一炒喽。那我们家里头有譬如说彩椒啦哈，边椒啦，然后再豆豆的。很随性就对，反正你冰箱有什么剩菜啊，都把它放进去嘛。豆豆的啊，这个很随性的，很棒的。哎，真的好多蔬菜啊，我们看到有洋葱、它很健康的一道菜，然后还有彩椒。它要不要滴一点点的香油哈？哦，香油这样子，对。好了，这样香喷喷的，而且又不油，而且味道也够。蝴蝶是福气嘛，哈，福气对，很多的东方的这个美学里面呢，不管是服装啊，或者是我们的绘画里面呢，甚至我们的诗词里面都有这个蝴蝶这2个字哈。那再加上呢，我们今天的这个6只蝴蝶，66大顺。是的。那我现在哈，又要把它围编起来。是的，没有错哈。那个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那你起码桂林西亚嘛哈，年菜一定要健康，那健康蔬菜要吃得多。那现在围的这个是我们的花椰菜，花椰菜先把它围一圈哈，它看给足水的，你看没有？对啊，花椰菜在我们的健康的这个医学里面呢，也说花椰菜，它前10名呢。花青素啦、植化素啦，都非常的丰富。前10名哦。是哈，它又不贵，然后这膳食纤维又很丰富。啊，你看嘛，就把它摆哈。老师，你不是要给我吃，你哪能给它摆盘上面？来，那你先嚼看买下去，滑嫩，它味道又香又浓。老师可以这么有自信呢？其实我从他在炒菜的整个这个工序里面啊，你就可以知道38年呢，一个小 baby 可以变成一个壮年。这38年的岁月啊，琢磨出来的这个厨艺啊，其实真的是不得了的。谢谢。老师非常有自信哈，我相信这对鸡吧加入去哈，哦，我讲到80回。真的没有问题，你讲看买下去。你看那个，真的好嫩哦！老师，你都没有，那个表情不是做出来的，你都没有偷腌那个太白粉吗？没有腌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们用这样煎的刚刚好，最主要它的熟度刚刚好。我跟你讲真的，但是你炒很久啊。没有炒很久，因为这个第一个炒到我们一集要结束了，你才起锅。因为我们这个火不大了哈，啊，所以这样子就很漂亮，真的。观众朋友看我们这一集今天要谈的，可以照着我们做。真的是赚到，因为我昨天还在跟我姐姐在讨论说，怎么鸡腿肉照理讲应该可以炒得很嫩，为什么我们自己在做这个鸡腿肉的时候呢，总是要加点太白粉啦，或者是说番薯粉啦，或者是一直要抓啦，或者是摔啦，才会这样嫩呢？那个有个例外就是没有看我们的节目的好朋友，要看我们节目的好朋友，真的就这样可以做出来。